为云端运算、大数据分析、智慧校园、智慧城市到智慧国家，人工智慧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。国立成功大学历史教育甲广达电脑携手成立联合 AI 研究中心，以看领域合作模式组成符合国家级应用的人工智慧云端整合团队，透过3合研合作，并结合政府推动的数位发展部，目标成为大南方数位发展的重要基地。这个中心在第一时间宣示的是台湾的学术机构里面，或者是学校机构里面最高阶、最完整的 AI 运算的全部的量能。可是这个学校提供的是，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、跨所有场域的最完整的量能。无论从生医、从物联、从光电、从建筑、从防灾，一直到太空科学。我想 AI 提供的是一个新的想象，我希望我们的场域会发生那样意义，我们的师生会全部的投入，我们的城市会一起让它发光，而我们最后希望产业台湾最光荣的品牌之一，能够因为我们的加入，因为我们的合作，一起在世界继续发光发亮。在下一波的所谓的元宇宙，元宇宙里面呢，需要最重要的是 cloud。然后呢，有那个 AI 的 server， 然后加上 Edge server， 加上 IoT 或者讲 AIoT， 那全部的 hardware， 我们用还有 AR glass， 我们加起来以后，用那个5G 来做那个 connectivity， 使得那个虚跟现实世界跟那个虚拟世界有更好的那个 interconnection， 从人可以进入那个虚拟世界，又回来现实世界，来回穿梭，得到新的应用。签署合作备忘录这天，陈市长黄伟哲、副市长赵清惠也拢亲临现场，一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请2位交换签署合作备忘录。谢谢成大把产官学好，尤其学术好，能够跟我们这个应用端能整合在一起。也谢谢广达在整个研究能够带领台湾好走上最早好发想走上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路上。联合 AI 研究中心未来将会整合生医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光电等跨领域研发能量，媒合生态甲医疗相关产业，进行智慧医疗技术合作，同时也会加强在智慧农业上的运用。广达电脑甲成功大学双方也持续合作，并培育多个优秀的研发人才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